其实伊就是干那两句，第一个就是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PPT， 因为它已经做分页了，所以没有反复记号，你不用理会 PPT， 就是那2个点那个不需要。但是。还是伫那个破面顶的。破里面，但是这是安尼一件。对啦，我是讲 PPT， 它已经做分页了，它已经帮你做分页了。你看第1页、第2页有没有是一样的啦？有啦 ，PPT 里面你做了啦，安就好啊。好啦，反正你若看先生就是共款，PPT 安尼，伊就是本来2页，即摆变做4页，安尼共款啦。好来。求主再次哈，里边来，求主用你圣心来充满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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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受你回来的主恩。求主你来充满心内，让我真心感受你回来的主恩。求主你来充满心内，求主用你圣心来使阮福，求主用你圣心来使阮舒服，求主用你圣心来使阮舒服。求主用你圣心来使阮舒服，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一刻刻验心心好海。让我真心感受你喜乐的主爱，一刻刻验心心好海。第3章，求主用你圣心来带我出去。求主用你圣心来带我出去，让我真心求主用你圣心来带我出去，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让我真心感受你心中的主爱。对全世界宣扬你爱。好，不要紧，咱若看 PPT 的，你就是照安尼；若是无，咱就是若看信息的，因为我知影有几个人，伊拢会摕信息起来看。那你第一知影讲前面2行是爱唱2摆，因为晓一个反复记号。好，咱过来唱另外一首的是真色，另外一首18。18首。这首应该停下。好，咱一边点出来。我心不能相配，主人因我一杯，天地万物上高云下，何乐一多尊妙，就我才能追求，英雄的爱观说，天命一多。仁爱公义交争，迄交争毋是这传吼，爱念交争。好来第2节，预备来，我心有能相配，世间情人的悲，空中飞鸟吟诗春夏，何乐一多尊妙。唱不清楚，倘回归自己心，一更就来凉风吹
唱。我心爱的上帝，天的本对之间，虽然歹代暂时彰显，当你愿当得胜，成功临到对象，那准备天之样，天的高尾合做一家，天光归你上帝。咱三甲来敬拜上帝。请奏乐。有在地的富人人，啥人找会着？伊的价值大大超过一珠宝。全地拢着向上帝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称赞伊，着弹琴称赞上帝，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乐伊，着用喇叭甲扫角，伫上帝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咱来吟圣诗第18首。我心学乐上帝，我心学乐上帝，请起立来吟全诗。我
兄弟，用许多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岛平安受苦，并是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伫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伫后，咱的新圣区的后壁1063A 吼，我来刻咱的弟姊妹来印，着听智慧得叫，聪明得出声，智慧伫路边悬的所在，听去世界路口。智慧伫城门口，伫人伫出入的所在大声喊。众人啊，我叫恁；世间人啊，我对恁讲。憨直的人啊，着学习精明；愚妄的人啊，着追求聪明。着听我要讲极好的事，要论正直的代志。伫创造的起头，上主先造我。自古以来，我是伊头一个创造的。伫上起头，伫创造世界以前，对极古早，伊造我。我出世的时，还袂有深渊，嘛还袂有海洋。我出母胎的时，大山又还袂受造。小山嘛还未形成，迄时大地甲田野还未创造，连地上头一把土粉嘛还未有，还未安伫疆场，还未伫海面画地平线。迄时我已经伫遐，伊伫空中布置云彩，互深渊的水泉冲出来。甲海定界线，互海水袂盘过界，互大地下地基。迄时我已经伫遐，迄时我伫伊身边做师傅头，逐日互伊欢喜。我不时伫伊面前欢喜快乐。伊爱伊互人徛起的世界，欢喜伊创造的世间人。但我的囝着听趁我，遵行我道路的人真有福气。着听教示来得到智慧，毋通拒绝。着趁我的人真有福气。因逐日伫我的门口底等，伫我的门边底听候。找着我的人，就是找着性命。伊会对上主得到恩惠。以上，咱同心来祈祷。
慈悲怜悯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三甲主持伫你的殿院来敬拜你。感谢上帝，你照着教会，照着耶稣的救恩，享受平安喜乐，也赐予既若信靠你的人，毋若阮家己来教会做礼拜，通领受上帝你的赐福，搁较会当互教会有气力做传福音的工作。阮要感谢你丰盛的慈爱。主啊，即时阮谦卑为阮家己知的甲毋知的无预犯的失错，来感觉不安，来认罪，求主赦免。相信阮也要安尼来会当原谅别人。主耶稣教示阮，搁提醒阮，伫阮的生活中毋通犯罪。伫阮甲人的中间伫交谈，嘛袂当用阮的生气，就亲像一支真利的剑来讲话，来犯罪。着对阮的内在性命到外在的生活，拢会当活出主你的清芳，来荣耀上帝。阮也要感谢上帝，互阮成长伫尊重女性、疼惜女性的这个所在。女性通读册，也通用上帝你所赐予因的才能，贡献伫社会。伫每一年的3月，总会设立妇女时间纪念主日，是希望透过用妇女为主体来参与服侍。妇女为着下一代信仰教育，参与伫主日学的时间，也参与伫诗班，佮参与伫社区的赞美操，逐项的服侍拢诚侪帮赞福音的推动。无论伫教会的时间，无论伫家庭教养子女，拢得到上帝的赐福，恩典满满。亲爱的天父，阮要恭敬将今仔日主日礼拜交伫你的手中，鼓受阮同心伫你圣殿聚会，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阮的心，互讲的、听的、搁去行的，拢得到你的施恩赐福。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1章17节到27节。我用台语来读。耶稣到伯大尼的时，才知影列撒罗已经葬伫墓内4日。伯大尼离耶路撒冷差不多3公里，有真侪犹太人因为马大甲玛利亚小弟的代志来安慰因。马大听到耶稣到位，就出去甲伊迎旨。玛利亚犹原坐伫厝内。马大甲耶稣讲：“主啊，你若有伫遮，我的小弟就袂死。甚至现在，我知你无论对上帝求啥物，伊拢会互你。”耶稣甲伊讲：“你的小弟会活起来。”马大应讲：“我知伫末日过活的时，伊会过活。”耶稣甲伊讲：“我是过活，是活命。信我的人，虽然死，犹佫会活。所有现在得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有信无？”马大应讲：“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迄位特要来世间的上帝的囝。”以上愿上帝赐福。咱
咱今仔日只是咱要请妇女团契来学乐，因要吟的诗歌是伊是听的主，伊是听的主。愿一切恶乐拢蒙上帝的感纳，只是愿请咱本堂林耀生牧师伊要正道的题目是改变对观念开始第二讲。兄弟平安。咱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的这个纪念主日，也感谢咱妇女团契所有姊妹同齐来参与伫咧即届的这个服侍。伫咧即个耶稣宣扬即个天国福音的迄个3年半的即个过程内面，妇女占了真重要的一个地位。只是讲因为当时时因为遮个妇女因为迄个拢地位即个社会即个男尊女卑的迄款的关系，所以圣经伫咧记载着即个女性的即个记载非常的有限甚至有的妇女伫咧即个圣经内面的记载是无名的但是咱却会用伫咧真有限的即个记载内面，看见着伫耶稣宣扬福音的即个过程内面咱的即个妇女因怎样伫遐安尼点点伫遐安尼提供真大的即个帮助，互即个福音会通得到即个广传。那现今咱即摆咱的即个教会即个妇女犹原共款扮演了真重要的即个角色，甚至有当时咱也会看见讲比咱的即个兄弟的服侍搁较出色。我若借用着即个已经退休的一位牧师，叫做陈道雄牧师，伊所讲的一句话，伊当时时伫咧总会咧做总会议长的时阵，伊参加即个总会妇女事工70周年的即个大会的时阵，伊捌安尼讲，伊讲
亲像办理即款安尼即个国际性的即个会议，也只有妇女才有法度办会到。若是查甫，拢是敢出一支喙。因为迄边是咱总会第一遍办理即个国际性的即款即个庆祝大会，过去无在条办因为咱就通看见讲妇女伫咧迄个时阵，因怎样安尼用着因安尼倚靠上帝倚靠主迄款安尼来将即个无可能的代志来甲伊办成功。当初是迄年即个大会面顶有几位即个重要的人士拄好就是咱即马现任的即个总会的议长施信德牧师，甲着即马台湾女子神学院的即个现任的即个院长曾淑珍牧师，拄好伊嘛是当初是伫咧总会妇女事工的即个委员会内面拄好咧伫遐做干事。我还是安怎会知影遐尔清楚，是因为即届的迄个大会拄好伫咧东海大学的即个钟正堂伫遐来举办。我的老母拄好是当年台中中会妇女事工部的部长，也因为伊是部长，所以伊拄好阁是在地中会的部长，所以伊爱负责所有大会所有的场所，甲一切所有大会所需要的一切物件，甲设备等等。我也因为安尼伫迄个中间来参与伫迄个内面，对头到落尾，所有的遮个摄影，甲着即个电视墙的传播等等遮个。所以我伫迄几工的内面，一直不断伫遐来见证妇女伫咧教会怎样点点伫遐付出最真侪的代志。妇女也是咱教会迄个活力的即个甲动力的即个来源。借着即个妇女事工纪念主日，也要搁一届来唤醒咱所有正兄姐，会通搁较高看，会到搁较高看重咱所有遮个妇女伫咧教会。迄个参与的即个服侍，因的活力，甲着因的迄个价值，咱会通安尼搁较安尼对咱的妇女伫咧教会内面所参与的逐项的即个事工，会通搁较甲因有一个搁较高度的迄个肯定所以咱借着即届妇女事工的即个纪念主日咱也互咱的教会侪妇女参与伫咧即届礼拜的奉事内面。互咱会通搁一届来看见，咱只是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主你成的主日，也是阮安尼总会所定着的即个妇女事工的即个纪念主日，主你也帮助阮，会通借着妇女参与伫咧主你教会的逐样的事工，阮会通搁较重视。阮的遮个姊妹不管是伫咧培养个信仰的培养，甲着伫咧教会内面所做参与的任何事工顶面，阮会通搁较高重视，也互因所做真正会通得到主你的欢喜甲感动。也愿主你即时安静阮的心，互阮会通对着主你话语中。互阮会通搁一届信仰得到培养，也互阮会过来的生活内面，真正会通活出主你所爱阮所学习的。愿安尼恳求祈祷，拢上过做出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个经段是耶稣所听的即个列撒罗伊破病了，伊的即个姐姐马代甲玛利亚。安尼就安尼拜托找人去见耶稣，讲主啊，你所听的人他破病了。因伫迄个中间，伫遐期待着耶稣会通安尼去到伫即个伯大尼来医治伊的小弟，但是无拍算，伊的耶稣听见着即个信息了，伊只有甲讲即个病无治到死，咱是要为着上帝的荣光。为着要互上帝的囝来借着安尼来得到荣耀，就安尼耶稣伊阁安尼听见即个信息了，伊就阁伫咧原地本地伊所伫咧所踮的迄个所在，伫遐阁继续住2天。
2天了了后，耶稣才门徒讲，呾列撒罗困啦，讲要带着即个门徒去甲即个列撒罗叫醒。门徒以为讲若列撒罗破病，安尼呾即马若会好困，安尼病会得到医好安尼吼。耶稣即个时阵才明白来因讲列撒罗已经死啊，就带着门徒对耶路撒冷安尼去到伫3公里左右外面的即个伯大尼的即个所在。当耶稣去到伫即个伯大尼就知影着即个列撒罗已经伫咧梦里，已经死了。伊就伫咧迄个中间马大听见耶稣来，就走出去去迎接耶稣就对耶稣讲：主啊，你若早伫即个所在，我的小弟就袂死。我嘛知影，就算是现在你无论上帝求什么。上帝也要甲你成，也要赐予你。耶稣只有甲对伊讲，你的小弟会过活。即个马大就对耶稣讲，我知影伫咧末日过活的是伊会过活。耶稣对伊讲啦，讲过活在伫我，性命也在伫我。信我的人虽亡死，也要过活。既然活伫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敢有信即个话？这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经段内面所讲起的。牧师要对着耶稣甲着即个马大的即个对话，搁一摆来审查咱家己的信仰。当耶稣对马大安尼讲，你的小弟会过活的时阵，马大伊怎样来对耶稣讲？伊讲我知影末日咧过活是伊会过活。马大伫遐讲，我知影，咱袂通讲伊讲的完全毋对，但是迄是迄个时阵犹太人，特别是遮个法利赛派的人的观念。但是耶稣爱马大搁较进一步，真正知影，真正相信。就是迄个主耶稣伊的迄个大能力，甲着伊的荣耀是何等的丰富。伊伫咧，因为主耶稣伊所赐予你若相信伊的人的迄个国外的迄个性命，咱若用咱即马咱的现代咱即马的迄个信仰迄个民间的信仰来讲，就是讲，当咱信主了后，咱是已经是叫做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甲你隔壁人讲，咱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因为马大伊迄个需要有安尼一个改变，迄个改变就是伊需要伊对伊迄个观念的改变来做开始。咱还佫会记你咱伫2礼拜前讲到迄个马街 DNA 的时阵，迄首歌内面。咱伫遐看见伊的迄个哲学思考无？马大以为伊知影，但事实上伊确实毋知影，因为伊的观念无有大声来得到改变。直到伊受到迄个人真有限的迄款安尼的迄个改变，迄个咱讲迄个局限，直到伊无法度真正知影迄个真实相信主伊的迄个大能力。甲着伊所应允的，今仔日咱也共款。如果咱若只有空知影着一寡遮个圣经的教导，知影侪遮个主的教示，但是咱知影，如果咱若活袂出来，迄个主话语中的迄个真实的迄个咱讲迄个意义，咱永远是毋知。所以咱需要知影是，咱需要是改变，爱对观念来开始。有一句话讲叫做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心不转人转，上帝转。若是咱改变，咱无法度改变咱的环境，亲像咱面对伫咱的面前有一座山共款，咱无法度改变的时阵。安尼，咱要怎样来处理？咱面对一座山，咱无法度处理，咱只有安怎转弯嘛，
路转，咱若伫咧咱处理方式无法度改变的时阵，安尼咱就爱改变咱家己，这就是人转。若是咱家己也无法度改变，安尼咱就需要去改变咱的心，互咱的心来得到转势。咱的心的改变是改变的开始。心若无法度改变，安尼就必须要互上帝来改变咱，就是上帝转。心改变，人才有可能改变。人若一个改变，咱伫咧面对着遮个代志处理的方式，咱就会改变。安尼山就伫咱所面对的迄座山，就无搁再是山了。所以，咱的心的改变是观念的改变，亲像种子要变成做一丛树会通结出果子的即个过程，即粒种子若确实无法度落伫咧土里来伫遐来死去，伊是犹原共款是一粒种子。但是伊若落伫咧土里来死去的时阵，伊就开始伫迄中间来伫遐来布芽，来生长，成做一丛的树，才有可能会通结出侪的果子。果子若迄落无法度结结果子的迄个种子，若无法度结做迄落果子的时阵，咱必须要改变成做树才有法度来安尼结做果子。同款，咱伫咧即个形成咱的咱的迄个观念的时阵，伊有一个迄个过程，就是你需要透过着意念，对意念来到有一个概念出来，互咱会通产生观念，至到咱有迄款安尼理念，到上落尾，咱产生咱的信念。伫咧意念的中间，咱是对迄个毋知影，一直到有一点仔知影，迄是一个形成意念的开始。佮咱对迄个有一点仔知影，到伫大概知影，安尼来成做咱的一个概念。即个安尼佮过来就是对迄个大概知影，到伫真正知影，来形成咱的迄款迄个观念。就迄个理念，就是对迄个真正知影，到落尾手咱亲知，成做咱迄个成长的迄款的意念，就通为着即个理念来为着安尼来活，来成做咱的生活的一部分。那成做咱的信念，是因为咱毋若是干那亲知影，佮满心知影，到伫咱有迄个真诚实的迄款的意念。通成做为着即件代志来死，甚至来牺牲性命，这就是咱的迄个信念。耶稣用着即个树甲着即个果子来比喻咱安尼迄款咱的性命来的迄个内在甲着迄个外在的关系。咱的内面是啥物款的树，就会结出啥物款的果子。咱嘛知好树就袂迄落结出迄个歹的果子，歹的树嘛袂结好的果子，迄个果子就较亲像伫咧马太福音内面伫遐讲起着讲，因为人的心内所充满是啥物，嘴就讲啥物出来。好人对伊所接触的好来发出好，歹人对伊所接触的歹来发出歹。咱内面有啥物，咱的性命、咱的行为，自然就来表现出来。要得到一个好的果子，迄个关键是在伫咱的内面，到底咱是啥物款的树？咱种啥物款的种子，就生出啥物款的树。好的种子生出好的树，好的树就结出好的果子。歹的种子生出迄个歹的树，歹的树就结出即个歹的果子。圣经将即个种子的即个比喻来成做咱的迄个，咱讲成做迄个话，因为话内面有生命，所以咱会通看见，伊伫迄中间，上主耶稣伊用着侪比喻，伫遐来讲起着种子，哪亲像上帝的话共款。伊伫迄个中间，耶稣讲伊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活命。
咱安尼接受什么款的话，进入伫咱的思想内面，就成做咱内面的迄个观念，就安尼来影响咱的生命。耶稣伊的话是迄个安尼讲，耶稣的生命是咱心内形成耶稣的迄个观念，就会通活出迄个耶稣伊的迄个言行，甲着伊的样相。所以若是要看到迄个生命的改变，需要的是对内面开始，对咱内面的迄个观念的迄个改变来做开始。只有外在迄个行为的改变是无够硬的，也阁需要着安尼对咱内在内面，咱的迄个观念的改变，才有法度成做一个真久长，安尼讲持久的款的改变。也只有安尼外在迄个改变只是干那一个表面的迄款的改变，是底渐的。安尼对内面一直到外面的迄个改变，才是一种真实的迄款的改变，是久长的，是很久的，是一个真实的改变。农夫若发现伊家己所种的即个果子树破病，伊阁期望会通有安尼结出好的果子，你看伊会怎样做？无一个农夫，伊会伫咧迄中间，伊去买迄个好的品种的迄个果子来，转来讲去挂伫咧即个破病即个树的面顶，家己伫遐来欺骗家己。无将即个树来医好，结出即个好果子，犹原是歹。所以农夫伊爱所做的是啥物呢？伊爱安尼得到迄个好的果子，伊爱先种出即个好的树。好的树长大了，有一天伊自然会结出迄个好的果子，敢毋是？同款，咱若是要爱通看见咱的生命的改变，咱大先需要对咱的内在迄个观念改变来成做咱的开始。安尼，咱如何来安尼迄个有迄个内在的迄款的改变？保罗伊安尼讲，保罗伊讲咱着爱去。安尼毋通互即个世界来同化，颠倒是互上帝甲恁改造心智得到更新，互恁通辨别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看做好、个完全的旨意。伫即个中间，华语讲心意更新而变化，也就是讲心智得到更新。伫即个所在讲的迄个更新，伊原文的意思是啥？是咧讲到一个。咱讲伊咧形容一个蜕变的迄个过程，迄个改变的过程，是一个那亲像咱讲迄个毛虫安尼成做一个蝴蝶的迄个过程。伫咧迄个过程内面，即个毛虫即个迄个旧的生命，伫咧迄个安尼迄个蛹的内面，伊伫遐安尼来死去，化做伊迄个生命的迄个咱讲迄个浆液共款。了，伊才开始变成做一个安尼蝴蝶的迄个新的生命。最后，伊形成一只蝴蝶。毛虫伊袂伫咧迄个中间迄个无法度来伫遐来飞，伊必须要改变，伊必须要安尼后来变成做一个蝴蝶才会通来得到改变。内在的观念。就那亲像即个毛虫共款，咱需要安尼讲蜕变，亲像蝴蝶共款，咱需要经过迄个蛹的迄个过程，也就是讲，咱需要付出迄个代价，咱需要伫迄个中间来经历，亲像即个蛹共款，伊有一段孤独、黑暗，甚至痛苦到伫牺牲。伊才有法度，互上帝话放伫个内在内面来改变咱。上帝赐予伊的灵来互咱来互咱得到快乐就较亲像咱伫咧2礼拜前咱所读的即段经文，以弗所书第3章第16、19、19节共款。伊想使伊所疼的囝主耶稣成做咱的模范。
伫咧即个过程内面，伊引带搁陪伴咱，所以咱的迄个观念的迄个改变，是上帝伊的工作，甲着伊的即个恩典，毋是咱人会通做啥物货，是上帝伊通做啥物货。所以咱会通看见迄个种子，伊伫咧迄个死去，甲着伊后来不艺成长，改变成做一丛树。这是上帝的工作，甲着伊的恩典，毋是迄个种子伊家己会通做啥物货。毛毛虫伊的即个伊对伊的死转化成做亲像羊共款，伫迄个中间伊伫遐来蜕变，成做一只的即个蝴蝶。这是上帝的工作，甲着伊的恩典，毋是即只毛毛虫伊家己会通做啥物货。即个旧的性命，迄个旧的观念的迄个死亡，才有法度来改变、替换，成做一个新的观念，成做一个新的性命，也是上帝伊伫咧咱的性命内面的迄款的工作，甲着伊的恩典，毋是咱通好做啥物货。咱过去咱嘛知影，有人捌做过安尼试验。就是伫咧即个蝴蝶，伊对蛹要成做蝴蝶的过程内面，原底本地伊伫咧蛹伫遐要甲咬破，要出来的时阵，有人好心来甲伊加开，互即个蛹出来。结果就发生一件代志，就是即只蝴蝶，当伊出来了后，伊无法度飞，因为伊伫咧个过程内面，伊无经过迄个对蛹内面伫遐接出来。伫遐有一个痛苦，伫遐有侪的磨练，甲伊心，伊原底本地伊心腔内面遐个浆液，拢全部甲挤出来。同款，咱需要将咱旧的迄个性命伫遐来甲接出来，互咱的性命会通伫迄中间，将遐旧的、遐个无合上帝遐个心意，一个不断来甲接出来，咱才有法度成做迄个会飞的即个蝴蝶。所以，迄个旧的人。如果若被即个安尼即个私欲来渐渐来致到败坏，歹到安尼，咱讲极端，甚至无法度互人看透。但是只有上帝看透咱，咱甲基督若同顶死，就会通来脱出。咱讲迄个脱去咱的即个旧人，咱的迄个旧的性命。就较亲像脱去咱的迄个内衫共款，甲着迄个旧人的即个行为，那亲像脱去咱的外衫共款。咱已经甲基督伫遐来同埋种，就会通伫迄个中间来心意更换伫迄个中间来改变，互咱的即个性命来得到蜕变。那亲像咱后来安尼，甲着基督伫遐同死，后来也同过活，咱的心智来得到伫遐来改换。一生就较亲像咱的基因来得到改变，拥有一个新个迄个主耶稣的迄款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生命，是满有基督的基因安尼款的生命，就较亲像安尼咱若甲基督同过活的时阵，咱就安尼穿着即个基督伊的迄个新人的迄领新衫共款，咱的新的生命就那亲像安尼穿着即个新的即个内衫，咱的一举一动有新的样相，新的迄个样式，就那亲像穿着即个一领新的即个外衫共款。即个新人就会那伫咧迄个在目的顶面，哪来哪更新，亲像造伊的主。伫圣经内面讲，亲像造伊的主共款。迄个旧人无法度活出迄个主耶稣伊款的款式。咱必须要改变，咱必须要变成做一个新的人，才有法度活出迄款的新的生命，活出迄个主耶稣迄款的样相。简单来讲，就是咱简单的咱来做，困难的互耶稣做。咱要脱去，也是讲咱要脱去咱的旧人的迄领衫，甲着穿起迄领即个新的衫，是简单的代志，咱会通来做。但是要互咱的旧的人，迄个死去，咱的新的人活起来，这件代志是困难的。咱互耶稣来做，咱照着安尼真简单的咱只要咱心内相信，
靠你圣灵，伫遐来宣告上帝话，甲着耶稣基督伊的救赎，咱上帝伊就做成迄个困难的代志。照着咱伫遐不断伫遐来讲，咱照着圣经，诚做咱的生活的迄个准则，圣神伫咱的生命内面不断伫遐来引带咱，互咱伫遐来看见着主耶稣伊的迄款的样相，甲伊的对咱的迄个模范，咱就伫遐来学习着主耶稣的迄个的模范，伫遐来效法主耶稣，来活出耶稣伊迄款安尼款式。就咱的生命要有一个无共款的生命，是一个满有安尼主的能力，甲着伊的阳光点伫咱的生命内面的一个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咱伫咧面对着咱的即个生命，伫遐面对着侪的困难的时阵，咱需要是即个时阵，咱不断需要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咱伫遐面对着生命内面拄着不管是艰难的事、困难的，咱伫迄中间需要是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就较亲像今仔日下早牧师伫咧即个晨读的即个经文的分享内面，伫咧诗篇55篇内面共款。当咱面对着侪的即个困难、甲着艰难的事的时阵，咱爱学习亲像。即个诗篇的即个作者，伊伫咧中间，伊伫遐毋是干那伊陷落伫咧迄个艰难困苦的迄个代志顶面，伊伫迄个中间伫遐埋怨，毋是伊伫咧中间，伊需要是啥？伊赶紧的转来到伫上帝面前，祈求上帝的帮赞，甲着迄个主的快乐来临到伫伊，所以伊就伫迄个中间去经历着主的迄个大能力的改变，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咱面对着咱生命内面的逐样而且的代志的顶面的时阵，咱需要是需要转来到伫上帝面前，弃旧换新，将咱生命内底原本应该有的迄款的迄个观念，弃掉咱原本的观念，来领受上帝放伫咱心内迄个新的观念，互咱的生命得到换新，得到更新。就咱的生命要安尼拿来拿安尼，亲像主耶稣共款。这个时阵，那牧师也有缘共款摕到互咱会通伫咧即礼拜，咱会通好啊，搁一摆来亲像。若是看到你，若是要爱看到即个生命改变，就是需要对内面的观念改变开始。耶稣是怎样来做安尼的比喻？耶稣安怎来比喻咱的生命需要得到安怎什么款的改变？过来就是这个观念的改变，是上帝的工作，甲着伊的恩典，并且伊赐落圣神来互咱。伫咧这个过程内面，伊来引带咱。但是为什么咱的观念悠远无法度改变？咱会通看见侪基督徒。伊伫咧伊个生命内面，咱看见讲上帝话语拢知影，但是却活袂出来，是安怎会活袂出来？咱需要透过着即两个问题，咱好好搁一摆来想，是安怎咱活袂出主要所爱咱活出的款式？咱需要做什么款的改变，互咱会通活出主爱咱活出迄款咱的款式？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你借着今仔日马代甲主耶稣的迄款的对话，主你也搁一摆帮助阮，互阮的生命，互阮会通真切来明白，主你是迄个安尼搁大、搁有满有阳光的主。主你也要互阮的生命是迄个安尼脱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迄款的生命。阮无搁再用着即个安尼迄个旧的迄个观念、旧的性情来活出主你要阮活出的款式。乃是主，阮要用着你的迄个模样来代替阮的迄个旧性，来互侪人看见阮的生命会改变。就将一切阳光归伫你，
但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安尼日日得到更新，亲像即个毛毛虫啊，安尼诚做用了了，诚做亲像蝴蝶共款的一般样，互阮的生命是安尼满有对主你来的迄款的色彩，甲着迄个阳光。愿你的话，诚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带阮，带领阮，互阮会通活出主你啊，阮活出迄款安尼的款式。祈祷拢上个抓出佢的性命，阿免。咱来吟回应诗，圣诗178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请起立来吟全首。求主用你圣神来充满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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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谢你回来主恩，求主你来充满心门，让我真心感谢你回来主恩，求主你来充满心门。求主用你圣神来使阮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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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真心感谢你喜乐的主恩，时刻体验新生活。真心感谢你喜乐的主恩，时刻体验新生活。求主你圣神来载我出去，主你用圣神来唤我出去，求主用你圣神来载我出去，求主用你圣神来载我出去，让我真心感谢。本主日是11奉献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主宰，各有阳光、威严、能力甲德性。天若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互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那阮感谢你，学到你极大阳光，我是甚物竟然会安尼奉献？
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地。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请坐。咱即是来感恩奉献。咱请咱的桂枝姐妹甲素贞姐妹来奉献。如果你若是第一届来，毋知影即个奉献的意义，请毋免奉献吼。咱去，咱吟奉的诗。我的祈愿会互你，永存无盼的这，我的在情的相思。听阮的天父上帝，阮学了你，你是至悬至大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欢喜将恩典施恩予阮。主，阮感谢你，因为阮的改变是你的工作，甲你的恩典，毋是阮会当做啥物。阮求你，国外的性命，会用来改变阮。互阮会用活出你的款式。主啊，阮感谢你，万物拢对你来。阮今仔日甲你所赏赐互阮的金钱，淡薄奉献予教会，做教会的路用，求主感纳，安尼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请坐。咱即是来迎新报告吼，咱
你是要来介绍吼，咱的有2位小朋友子恩跟子佑吼的阿嬷吼，这简金兰吼，唔知有伫遮无？在这里哈，好，咱欢迎伊吼，当来常常来甲咱三港敬拜吼。好，过来，毋知还有新来的，无咱来看直播咱的报告吼。第6页，报告事项吼，本主日的是与奉献日吼，咱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2，本主日是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礼拜中的司礼招待司献诗，拢由妇女来担任吼。互咱的兄弟当搁较认捌妇女的事工伫教会的重要性吼。第3个主日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日，学院派屯区经省团契陈伯雄牧师吼代表来改演吼，来请安报告正道。礼拜后要召开主日学教研会议吼，请老师备办心。第4，请各团契吼伫下一季4月到6月的聚会内容安排交伫办公室。第5。26日就是拜六下午3点伫本会举行伪装信弟兄林祖威姐妹结婚感恩礼拜，欢迎兄弟同齐来祝福这对新人，恭喜咱的伪装信弟兄，毋知有伫遮无？嘿，伊祖威姐妹吼伊伫彰化吼无来嘿，好来，再来第6 29日拜二本会李明芳弟兄的公主李进苑吼，要到伫花莲北部做兵啦吼，愿上帝施恩赐福保守伊一切平安咱请代祷。第7 4月7日中秋主日将要颁发信德奖学金，申请的请伫27日填好申请表吼，交伫办公室。所有的申请资格，咱就家己来看下面吼。27日要召开奖学金的委员会。第8，因为因应4月16日拜六要暗时要举行爱在4月天的福音见证音乐晚会吼，17日有国外主日伫本堂福音主日，这2日要有基督徒艺人分享生命见证，鼓励兄弟上帝来祈祷当找有3个你有负担的朋友伊的名，并且将为因祈祷吼。来，并且邀请因参加福音见证音乐晚会，甲本会福音主日，同齐来为主来赢着搁较侪得救的灵魂吼。咱请咱兄弟来备办心。具体消息，第1，为纪念马偕来台湾宣告150周年。由北部大会主办，淡江中学承办马偕杯诗歌创作甲画图比赛。诗歌创作对3月7日到31日来收件。古迹园区的画图比赛，伫3月26来举行。详细咱有伫个公布栏的海报，咱来家己看。第2点，14日就是伫拜一，伫济南教会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举行
第75届通常年议会，咱林牧师甲咱的第二长老黄灵会长老要代表本会来出席。第3点，29到30日就是拜二甲拜三，七星中会商业部南阳区举办草岭的灵修啦2日游，费用是每人3600块，名额有限报名为止啦咱就有要参加的人，就请相联的团契副会长李淑慧即卖来报名后来大道事项，咱就看本周的带导函来为因祈祷。过来本周的上周的聚会出席报告，甲咱的主日事奉一个周间的事奉，咱请咱兄弟来注意来看，注意安排再来就是会计报告，咱家己来过目如果若有错误，就用咱的财务来更正。以上。牧师有啥物？兄弟平安。咱搁一摆提醒因为咱伫咧即个4月16到17的即个爱在4月天来请咱所有众兄弟，咱拢来向上帝来祈祷，求主真正放伫咱的心内，放3个人的名，就是你伫咧一直安尼真期待要对伊来传福音，即个你的朋友伫咧你心内一直有负担的，你向主来求即3个人的名，过来就是为因来祈祷。也伫咧即个中间，其实咱已经连续2礼拜，伫咧拜二的祈祷会已经拢有开始咧为着即个开始有人提供即个名单，就会通开始来为着遮个人来祈祷期待因会通开始来安尼预备上帝伫咧因的心内欢喜做工，互因欢喜接受邀请来到伫即个16号的即个伫咧咱宜兰的即个运动公园的即个迄个所在，有一个福音的音乐暗会，甲着17会伫咧咱教会有遮个即个基督徒的艺人要来伫咧咱中间来分享上帝安怎伫咧因生命内面的迄款的改变，安尼就所以咱要搁过来咱开始咱教会即边礼拜的中间，咱会开始来来帮助咱兄弟，咱要怎样来去邀请到咱的遮个朋友福音的朋友咱搁怎样要安怎来帮助因来为因祈祷才会咱会通开始来预备互上帝家己伫咱中间来做工，互遮个福音的朋友有机会会通来接触到即个福音。所以咱若有期待要邀请的兄弟即个福音的朋友，请咱安尼无细意将即个名单来交互咱的即个宣教部的长老曾正光长老来互咱的祈祷会内面，由教会即边嘛同齐为着遮个朋友福音的朋友来祈祷来代祷所以咱会通安尼，咱家己为着咱的遮个咱所安尼有负担的朋友来祈祷，嘛互教会同齐来为着遮个朋友来祈祷。即个时阵咱的俊彦要伫咧29号要去做兵所以咱即时要今仔日伊拄好有转来到伫咱中间，搁参与伫咧奉事所以要请伊来到伫咱中间请咱所有的长老来到伫头前咱要来为伊来做纵向的祈祷伊要去做兵咱嘛求主来祝福，互伊安尼拢得到平安。来，请俊彦来到伫咱中间，所有咱的长老拢来到伫头前，好无？咱来甲围伫咧，甲伊围咧来，咱来这边请咱所有长老来，李长老迄个郑美珍来个像迄个菲利长老来，咱拢甲围咧好，咱先祈祷我落尾再来做来站前面一点来，咱同齐来祈祷。
上帝啊，阮感谢你，你互人伫世间有侪侪机会来学习成长。虽然过程拢无相共，总是对人拢有利益。但你互俊彦伫咧安尼父母这时代会关心甲照顾培养，当伊有经过幼年、少年、青年，当已经成人，会堪伫独立的生活去面对各种的操练甲挑战。当阮今仔日为着伊要伫咧29要收调去接受兵役，我愿你互伊伫咧即个军中会通学习忍耐，伫咧即段时间会通凡事来存仰望，伫合宜的即个信仰见证过着安尼意义的即个有意义的即个生活，来锻炼家己安尼搁较成熟，有能力家己来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以及安尼胜任未来的工作。伫咧社会正做光做盐的基督徒，求主你保守伊伫军中有对你来健康，互伊平安去，也平安倒来到伫父母的家。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好，感谢主。好，所以礼拜煞也会通来甲俊彦甲伊加油。好，以上。好，咱即是咱同心来祈祷。主，你的话安尼讲，伫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所罗门显现，对伊讲：你爱我，使你啥物？你通求。亲爱的主，武汉肺炎疫情，世界各国各所在，犹原无停止，有的被感染，甚至丧失因的性命。求许上帝你怜悯、医治甲安慰你的百姓，愿你的平安搁再降临。主啊，你互阮有极宝贵的应允，当阮无路通行时，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通到上帝你遐的路，就是祈祷、祈求、敲吹、拍门。上帝，你要为阮开门，这是你甲阮的约定。上帝啊，阮要为阮教会兄弟姊妹，因的身躯肉体的病痛来祈祷。主，你深知因的欠缺需要，恳求你医治。特别阮要为陈正阳弟兄、张正伦弟兄因身躯所受的病痛，阮心中真正有一个毋甘。因专心追求你，因一日向你求救，求主耶稣你抱伊，医治伊。主啊，你恳求你亲自看顾，伊治完全。主啊，愿阮每一个求叫你的，有主你的同在，你的医治，无离开因。愿恳求你，全能着伊的上帝，阮只是要为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愿向你恳求。乌克兰人因亲像拄着迄个雷公闪电一样，因必须要甲因听因的亲人来离开，不得来离开因的家乡，去到伫因真清楚的所在来逃避这个灾难。因看无头前的路，什么所在是因脚脚的所在。主啊，我嘛看见世间有上水的风景，
有侪个国家，有较侪是波兰，因愿意接纳乌克兰的难民，这是你看做欢喜的事。愿主你祝福因所做的，我若恳求你，当因寻求保护的时，会当受接纳、受到照顾。特别伫因拄着困难、困境的时，求上帝你互因的心悠然倚靠你。愿祈求战争会当早日日来平定，恢复平安的生活。主啊，愿阮所求的，若合你旨意，拢会当得到你欢喜来接纳。愿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上咏圣诗389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请起立。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请伊。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生活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避讳。咱迄个试炼节吼，伊有安尼